以現代風木質色調作為色彩主軸，客飯廳採用開放式格局設計，令窗外嘅充沛採光能優雅伸延至整個公共場域，令明朗愜意嘅光線自由穿梭於空間之中，與暖木意境襯托出大自然嘅放鬆情韻。靠近大門口出入嘅區域，絕對係規劃鞋櫃等雜物收納嘅重點區域，所以機能同埋設計感兩者必須並重。除咗鞋同埋隨手物品收納之外，將穿鞋椅同埋玄關收納整合，從人性化嘅角度出發，增加一個可以坐住好好着鞋嘅區域，對於住客嚟講會提升實用性。規劃開放公共領域，自然光隨落窗外走入室內，映照響大量白色同埋淺色木質嘅背景，交織清爽明亮嘅簡約氛圍。結合玻璃間隔劃分場域，延展空間尺度，創造開闊明亮嘅陽光住宅特質，創造全家人互動凝聚嘅生活場景。利用地台高度整合收納同埋閱讀書台，多功能室採用地台設計，唔單止能夠響下層增加大量儲物收納，同時亦可以整合閱讀書台規劃，並將地台高度轉化為座位區，滿足多種機能使用，大幅提升空間嘅使用面積。為咗避免阻隔光線，利用玻璃同埋鐵件結合嘅造型趟門，規劃房間同埋陽光，令陽光能夠經過清透嘅玻璃引入室內，同時擁有美感同埋明亮採光。睡房延續客飯廳色調，整體以保有天然紋理嘅溫潤木色為主，融入休閒療癒氣息，結合硬挺利落嘅線條，跳躍出一方開朗時尚嘅生活亮點。浴室內嘅瓶罐多，但唔想暴露響外面，將浴室洗手台嘅鏡改為鏡櫃，唔會俾全部瓶罐堆響桌面同埋台面顯得雜亂，保持淨空同埋乾淨。再響牆面貼上鏡面，就能放大空間視野，並且創造出明亮效果，係十分好用而且不可或缺嘅一項材質。隨住時代嘅進步，造就高壓緊湊嘅生活節奏，伴隨我哋飲食習慣嘅改變，點樣創造一個舒適便利嘅居家生活，成為室內設計嘅重點。每日女屋主都會做一餐豐盛料理，但原始嘅格局所配置嘅廚房空間唔大，難以符合女屋主嘅烹飪需求。於是設計師就擴大廚房區域，從一字改為 U 型，藏有超強大嘅便利設備同埋收納，多人同時工作亦唔會覺得狹窄。咖啡愛好者應該都會想要喺廚房內打造一個咖啡站，可以喺咖啡區睇到佢哋喜愛嘅一切咖啡用品，咖啡機、咖啡壺、咖啡杯等。此外，沖咖啡時亦可以喺同一區揾到所需要用嘅一切，咖啡豆、咖啡粉、奶、糖，令沖咖啡更順手美好。